媽，你嚟咗啦！美玲呢？美玲突然全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而家仲喺入邊啊！醫生話情況唔穩定，要密切監視。媽，你望咩㗎？媽。你去武玲住嘅病房做咩啊？呢個係咪醫院嘅嘢？偉明，我只講一次，美玲而家需要人照顧，有啲嘢我係知道㗎。山河色變，外磨扣棺，烏鴉蔽天，萬籟俱埄，鬼兵四立，赤霧壓城，生人失志，陰風玉鼓，四方歸位，聚於山巔。最近香港唔太平，睇嚟有外人提早嚟咗呢度。我知道各位喺紅塵裏浸咗好耐冇出山㗎啦。依家係時候返老本行㗎啦。好，我送嘅師傅嚟緊㗎啦。